台中市有公务人员去向民意代表检举，指控讲卫生局平均一日爱做事12到16点钟，阁无法度补休，已经有真侪员工拢离职了。市政府是表示讲有一款工课是责任制，加班是会当补休，也是申请加班费。伊嘛鼓励员工有委屈会当透过内部去申诉。暗时8点，台中市卫生局的公务员才拄下班，看起来真忝。不过，这3楼的心理健康科，阁有4楼的登记照护科，电话也是光影影。平台收到卫生局公务员的陈情，讲因平均一天爱上班12到16点钟，阁定定爱加班，煞无法度补休。若是家长司反映，阁会去互威胁。投诉者是说，他们加班费的部分少之又少，那也是你的责任制，你必须要把你的工作完成，才有办法离开你的工作岗位。都是付出的多，然后他们收到的加班费永远都是少之又少。卫生局承认确实有超时加班的状况，不过嘛解释讲，这是因为疫情了后，因的业务就愈来愈多。目前公务员有165人，约聘人员有700多人。不过去年正职的公务员大约有2成人离职，所找无啥人来补这个课，其中长照科就欠37人。若即摆法令是规定一个月加班上济60点钟，其中40点钟拢会当补休，20点钟会提供加班费，这拢会尽量满足基层的需求。你一个月最多补加班60个小时，其中40个小时只能用补休，20个小时可以用加班费，所以我这部分钱的部分我尽量都给他补齐。另外，警发局嘛去互员工亚康，阁随议案主管基层小连续离职，这期局长的领导能力，阁讲内部申诉管道拢未通。台中市长罗秀燕就表示，4年前市府就已经有成立霸凌申诉机制。像我们这个0800的免费咨询专线，使用的人有多少呢？截止到现在有842人次，表示同仁们受到这样的机制的鼓励以后，他敢表示啊，那他有意见，要解决问题呀。然后接下来，然后1对1的顾问咨询有1111人次。罗秀燕表示，卫生局当年预算已经为30亿增加到即摆102亿，改善工课场的环境一定无见广播，嘛呼吁公务人员就要勇敢透过机制来反映。